郭文哲伊的新北蔡壁如伊个话讲，靠投无效的票，会当知讲下一届这个大选得票率到底啥款？郭文哲下早嘛有详细的回应。像你觉得香港的情势啊，会影响到这个台湾青年投票意愿？会啊。那你们要怎么抢攻这一块？那我们还是务实的面对问题就好嘛。香港问题我看短期不会解决，这看来会陷入慢性病。我们用医疗慢性病，所以还是要看北京政府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嘛。那你要怎么取得这一块的认同，这一块年轻人的认同？其实面对香港问题，要转过头来要想台湾的，其实还是一样的。这个讲到最后还是，其实我们最大敌人还是自己的，所以我们还是内部要整个政府的效率啦、国防啦、经济，我们很多内部问题要解决嘛。所以那个只有喊口号也没有用啊，终究还是要解决我们每天面对的问题嘛。那怎么看韩国瑜说中国连香港的选举都操控不了，怎么操纵台湾的选举？认同这样的说法？那是操控失败，不是操控不了。但他好像不觉得那个中国有在操纵台湾的选举。没有啦，他好了，这个昨天怎么样？为什么？没有啦，有些话不要讲就好，就是他给讲也无加分哦。所以他这样讲是讲错了吗？不是啦，算了，不要，大家再忍耐一下，50天就选完了。市长昨天蔡壁如他又在专访提到说柯粉号召筹废票。没有啦，不是他号召的吧？不会啦，我觉得也不用啦，平常心就好。那个选票还是维持一个干净。他说目的是为了要看你在2020能得多少票，可以去冲2024。2024的事情不用2020就在烦恼啊。我觉得选票还是干干净净的，你不想投就不要投就好，不要在那里破坏选票。那你觉得可以成为一个指标吗？不会，可以替你的人气保下届不会，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台湾的这种。我看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知道，民进党还一片哀鸿遍野。你看，现在局势又翻过来，所以其实台湾的民意钟摆效应，百来百姓所以每天做好自己的事，基本盘顾好就好，不要去想那个4年后的事卖想要追。但这个不废票运动被质疑说有害民主。对啊，就说不要做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不分区的前20名好强，你们好像民众党入围4席是第2名，还赢过国民党，国民党只有2席。才4名而已，那还要努力你说20名才4名，前20强你们占了4个，国民党2个，民进党7个，你们是第2。这个，民进党还有7个对啊，那表示我们还要努力奇怪，怎么会这样？要超过民进党。广告做不好。没有，我觉得我们的不分区，我觉得我们的名单好多了。但超过国民党代表说你们的不分区远胜。赢国民党不是光荣的事，好不好？输给民进党是可耻的事市长怎么看邱毅说民众党是不是周星驰怎么看邱毅说你是政治周星驰，他捧红你的，应该要感谢他。他是什么？政治什么？周星驰。对他是什么？我直接笑他是那个政治吴孟达，你们俩是哥俩好一对。吴孟达不太像。那你觉得像什么？我还没想到，我回去再想一下好了。那民众党现在是包括了不分蓝绿还有橘都抢到了票，因为现在包括了这个英德配的支持者有8.1%都决定要投民众党，然后国政配里面也有6.6%，甚至宋瑜配里头有18%的人要投台湾民众党，都不高啊。不高啊，英德配应该理论上可以达到20-30%才对。你自己更好就对了。这个我觉得这还不高。这样你怎么看？宋楚瑜主张政治中心要迁中台湾，理由是要让政治人物像北京一样体验空污。我们是要去解决问题的，不是要去闻那个，要处理 PM2.5了，不是要去体会 PM2.5的。至少1280的预算好像被搁置了，那接下来怎么处理？因为然后议员觉得成效不高。其实我跟你讲，1280。也不会成效不彰了。其实那个还是有，那是整个配套，因为你要政治上先给后拿嘛。我们现在慢慢的在这种停车格在收费，你没有1280很难去得到一个普遍那个停车格收费的道德正当性。所以我倒觉得，其实我跟你讲，1280有效没效很简单。你现在说，哪个议员主张取消1280，请举手。
你看看能不能赶的话。可是因为现在就是花10亿元，只有提升3%的这个运输量，好像有点不太符合经济效益。我跟你讲，我倒觉得那个还要再分析的，因为事实上它每天那种长程，其实每天我跟你讲有80万人进来台北市上班，这样。我倒觉得1280就是这样的，当然还有精进的，比方说我们大概统计数字上看起来，有没有卖那种月票是只有在台北市内的，没有跨区的，也许可以再更便宜。所以事实上，128那个月票制，你知道哈，还有精进的地方的。不过大方向应该是不会错。不过在以后要不要再做精进，我觉得还可以再做精进的。不过他们还在统计数字的。像民众党是不是派出母鸡当新战略，派出不分区立委去补选当新战略？不分区的立委当然有义务要去补选啊，这也是应该的。他们好像会有自己的衣服跟名片是要画的，义务就同意啊，他有什么不要？市长方检拿那个保辩助6之6案，那个阳明山那个案子，然后控告你，22号的时候提告。保辩助6之6哈，其实似乎有在监看的，我们都有很完整的那个流程图嘛。如果下面要怎么做，都有流程图的。这个大概其实我们内部都有讨论过的，这个大家放心的，还是按依法行事的，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官方勾结，官商勾结。没有啦，那个官商勾结也要有证据啊。目前是这样的，保辩助6之6我们有在监控的，我们也有那个流程图嘛，就是说如果你要做，要按照这个规则，所以还是有个规则嘛。所以他应该去，如果他有本事就去批评我们目前公布的规则有没有不合法的地方，这样。如果他不能的话，我们就按照规则走，这样。那你怎么看邱毅要告你就按成爱心铃？好，来谢谢。爱心铃。对，然后按成下面的那个爱心铃，就是告你他本来就很搞笑。他让那个韩国瑜电话。车祸消息要来关心，顶礼拜四，一个人塞车塞入家人，强一只家人客运颠倒方向吹真凶，险险甲伊挤落。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带来了解。英如。好，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路口号志转绿灯后，轿车往左转，没想到突然有一辆基隆客运迎面而来，速度有够快，驾驶马上大踩刹车，狂按喇叭，并且往路边靠，就只差那么一点点，双方就要撞上。虽然最后没有发生意外，但他还是心有余悸，把行车记录器po到网络上，只说客运前方明明是红灯，却还滴滴隆，根本就是疯狂客运。而客运司机不顾乘客安全，在双黄线超车，明显违规，也被警方关注。带您听一段访问。从行车记录器的画面可以看得出来，公车在双黄线路段违规超车，另外在对向有来车的时候也是不能超车。这个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7条可以处罚1200到2400。可以听到警方表示，类似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1200到2400的罚款。而网友看到画面也纷纷留言，有人说这是基隆滴滴隆吗？也有人无奈地说这已经是基隆日常了，只希望客运驾驶能够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变成马路杀手。以上是目前情况。多谢英如，搁再来关心婚林火尾杨子中下附近几落栋烧头的徛家，早起是7点钟，强火烧厝，火烧到乌天暗地，其中2楼、3楼拢烧歹了，附近的徛家嘛去扫到风台尾，该在内底人拢赶紧走出来，才无引起人着伤。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江定雄来带来了解。定雄。好了，主播观众，画面中这栋民宅白烟不断从屋内窜出，消防队也连忙洒水抢救。为了云林虎尾杨子中学附近的一处联动式住宅，早上7点多传出了火警，火势一度猛烈，起火点建筑物2、3楼都被烧毁，就连紧邻的民宅也遭受波及。7点外，讲火烧厝安尼。这个在花休啊。啊，恁安尼出来看是烧几间？一排拢烧掉啊！附近民众表示，早上听到有人大喊失火，跑到屋外查看，火势从2楼窜出，火势猛烈，大家帮忙打119报案，也有人在睡梦中惊醒向外逃生，幸好住在里面的住户都及时逃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消防队也出动了20多辆消防车以及20多位消防义消人员进抢救，大约半个小时后控制火势。初步研判起火点疑似就在2楼，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队进一步了解。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主播。
多谢正常，搁再来关心，互人讲实在真太过，看得到地真阿早，因为台南有人翕相，讲在地一间不了名声的餐厅休困了后，无收好清气，一寡碗盘拢等伫桌顶，互流浪鸟、鸟鼠、家雀做伙来食，袂输敢若是饲宝贝动物共款，影响到4颗位的卫生。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到现场看卖，发觉倒啊真是有淡薄乱糟糟的情形，到底是安怎安尼？员工讲原来是因为不三时就有人客啉烧酒、啉透暝，因暗时10点就下班，才会出现这款的情形。卫生局接到消息了后，嘛随来到现场查查。餐厅关门了后，互人翕到这个画面，斟酌甲看桌顶的碗盘乌白糠，明明已经用过啊，煞拢无收掉，结果就猫仔跳起哩找食物，全人用过碗盘，民众看到讲，人甲猫仔做伙用碗盘。来到现场，餐厅还未开始做生意，结果发现用过碗盘、猪酒干仔全部拢无收，内底阁有菜尾。往内面看，另外一道嘛同款。这人客吼，食到7碗底吼，阮大概10点，大概做到天甲人，大概要转去啊，所以人要收啦。他们坐在外面，没有去限制他们的那个用餐的时间。透早来上班的员工开始整理，知影互人投诉嘛真无奈。员工讲因下暗10点就下班，毋过定有人客啉酒啉规暝，因为人客上大，所以因袂赶人。结果员工走了后，较晚走的人客碗盘就干来当放伫桌顶，影响到卫生。餐具的部分嘛，有跟他讲，然后里面有一些环境，像是油烟设备啊，然后一些器具清洗，然后比较杂乱的地方，请他做分区放置。团讲卫生有问题，卫生局的人随来稽查，发现灶开环境有一部分不合格，要求限期改善，若无会按时按罚6万块以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北屯区林美丽的里长和在地里民讲，伊啉烧酒了后，会用里长的身份叫大家搬走，规个过程拢互人落来看现现。短短3分钟的影片，里长隆重讲26届，讲这袂当闹代志，叫因就要赶紧搬走。里长嘛讲事实毋是安尼，讲到里面常常伫遮啉烧酒行嘛，影响大家安静，搁再乱停车，用公庙活动挡着车路，双方会当讲一人讲一款，无人讲共款。你讲阮吵，我嘛搬。我为着你，你就互你好做啦，我嘛爽。即摆你到底阮搭人哦，你甲阮迁移，这个与事实不符啊！里长甲民众两边你一句啊一句伫路的挽起来，佮引起警方的注意。其实伫前一天，因就已经玩过一届啊。这里不能闹。怎样没有重点？你咧讲重点啊！重点是安怎？闹！这里不能闹。规个过程拢放落来，短短3分钟，里长讲20外届袂当闹，互民众听甲无煞煞。我代表里长。好啦，和里长讲。了解啊！这里你给我迁移。我为什么要迁移？里长佮要求民众搬走，互民众火规个压起来。就我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在讲电话。他忽然从他们家走出来，因为那时候是喝酒回来了。这边不能乱。一下说我没有说你们乱。要休息了啊，他们就聚集一堆人在这个公庙附近就在吵闹。这个纠纷就发生在台中北屯的林美里，里长佮提监视器画面出来指控厝边，敢若靠细人坐甲包围起来，尾也是因囝甲伊带走的。里长佮指控厝边黑白停车，佮利用庙的活动甲路动的。这投诉的太多了，第一个车子乱停，第二个噪音，就这个3不5时就聚集一大票的人。在这边烤肉，在这边喝酒，他们都占用他们这边，那边我们全然都没有。我们现在这边还会有做法会打鼓啊，我们现在还有这些情形都没有。双方各人讲各人的，这件纠纷恐惊也是爱双方拢冷静落来，好好讲清楚，找到适合的方式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当年11月到过顶年2月，就是掠麻鱼仔的时间。进前麻鱼仔一尾收的价数超过120块。宜兰乌石港到渔船为了要大船入港，顶礼拜六尾仔嘛，直接伫咧渔港内底违法放网落去掠。海巡人员发觉了后，直接爬去咧船顶来掠人，依照违反渔港法，送互宜兰县县政府来处罚。渔船趁这个暗时暗疏疏安尼浮一个沉一个，甲看渔船房顶的这个火是安尼光影影，甲看船身的坦平边当咧落希望。不过这是宜兰乌石港区的范围内，安尼已经是算触法啦。渔民等伫咧岸边，要都爱见这落遮尔热岛的东北季风，滚甲起来海涌，遮尔劳心苦战，
就是为着要来护这个乌条坑内的麻栽。这个麻栽是安尼幼缩缩，亲像头毛丝同款。今年的数量比去年差真济，一尾价小差不多是120块至125块，就是要来上准这落那亲像白金价值同款的麻栽。伫个23个暗时8点外，就有渔船为着要来生护麻栽，伫个渔港的范围内违法来落网啊！这已经违反渔港法第18条，渔港区域内袂使采捕也是养殖水产动植物。若无相关的当罚到新台币15万。即马敢掠敢若无遐济啊吼。这有关系啦。这有关系。即你讲一工安尼上价大概差不多几尾啊？这较无啦，港尾较无啦。本所后经安检发现，该船上有捕捞渔获鳗苗数10尾，后续由第一岸巡队队部依渔港法第18条进行函送主管机关进行拆除作业。海巡人员发现到了后，紧甲录影存证，煞尾过来甲抓，即摆已经照违反渔港法，甲送主管机关来甲裁定。记者综合报道。传讲有强迫消费的情形，这是咱台视新闻社有的独家报道。台北市一个细地学生囡仔，伊投诉讲，伊去西门町手机戴帽的店，问控拿光保护帽的介绍，店头率先甲伊本地好的保护帽拆掉，直接换做因的。上尾伊敢若会当付800块，伊讲摕1000块给店头，店头照理讲应该找伊200，结果敢若开一张发票含200块的购物金。伊认为讲店头强迫着爱消费，所以决定要甲消基会投诉。感觉我被骗了，然后那个膜为什么就是能说撕就撕？一直讲家己互人骗去啊！原本只是来手机戴帽店，要问控拿光保护带的介绍，无想到煞拄着强迫消费。原本没有打算换，只是想说，就是抗蓝光感觉还不错。我手机给他之后，他就把手机拿进他们柜台，他们蓝光膜就说撕就撕，就直接换了。细地同学投诉，当时伊甲店家反映，伊并无要买，只是单纯来你问介绍，无想到原本的保护大膜，煞互店家来拆掉。当时店家随着戴着控拿光的大膜，互伊感觉看落会头壳戆，伊只好搁再来拣另外一款800块的保护大膜。但同学摕1000块来付钱，叫是店家会找200块，但对方煞干那互伊发票，搁有200块的购物金，爱伊后一回再搁来消费。他说他们没办法找。就是只能给我购物金，然后看要我现在挑一个200块的东西，还是购物金给我，下次来可以用。去消基会投诉。实际来到店同学当时问的这间手机店，就伫咧台北市西门町的闹区，不时阁会当看到观光客出入。面对指控，店家讲可能是有误会。他会退费给他，但是如果我们开购物金给他，下次来会有优惠啊。可能是沟通上的认知错误。购物金的话，等于是强迫就是消费者一定要再次消费，所以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消费争议的话，都可以跟市政府这边提起消费申诉。消保官强调，消费者无义务接受购物金，若是业者坚持无要找钱，会当当场来报警察，也是事后来申诉。一旦发现若是严重，上当会按照消保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有人买货柜厝买甲规巴肚火，防火刀，都有民众到货车买一卡讲是货柜厝的进口车，20尺的货柜厝，含运费算惨落爱25万。本来是真期待，一个检查才知讲内底有一寡问题，业者叫伊赶紧甲尾款付好清。这个民众本地是希望业者先修理好势，上尾双方讲好啊，会当退货，嘛会当退钱，刷来头家一直会提责任。民众气甲掉骹转地铺上网络，落尾发觉讲有这款情形的，唔那干那伊一个。即马业者也有消费者过去反映，消费者嘛来到业者的卖种团来抗议。吊车将货柜吊起来，准备要送去指定的地点，但是无想到一收到货，入去内底检查，煞互人看起来拢硬去。车厢门的外观会有会渗水，窗框会渗水。有民众买到落菜的货柜，要求退钱，搁拖拖刷刷，气甲将这件代志来铺上网络。做生意人，你这样子言而无信，之后还在那边跟我在那边无为，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啦。
实际找到当事人，因讲伫咧9月时阵，上准业主打的产品是货柜内底劳斯莱斯，搁捌看起的新闻，所以来落订，连运费爱25万，但拢也未定位，业者就急要讨钱。头一摆先汇10万，但是检查内部煞是真侪问题，但偏偏业者一直催要收尾款，因只好搁再汇10万。当时甲这个情形甲伊业主讲，原本业者要派人来修理，经过协调，决定用20万来买回来。不过1个月了后，也是无来处理这件代志。一个查才发现，原来受害毋那是因为业者的网络平台，搁有其他的人来留批评。其中一个受害者当初除了买货柜，搁挂种地，但是业者连施工地排定拢无法度改讲，认为付钱无看到成品，气甲来告上法院。我比我可能比较惨，因为我连东西都没有看到这样子。对啊，然后我现在目前在跟他走，也是走司法程序，是民事的部分。我也希望说，不要有更多的受害者这样子。实在找到这间货柜公司，业者唔愿意来回应，敢若讲对着头一件代志，已经伫咧10月中旬退款完成啊，嘛提出甲民众对话内容。第2站是已经进入司法，想对想唔对，会全部交予法官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消息。今仔日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也有东半部一寡所在拢有机会会落短暂阵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也有大台北山区一寡所在有可能开落大雨。气象局特别提醒讲，刷来又有一波东北季风的影响。拜四暗一直到拜5，上界气温落到剩15度。另外，关岛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早起时已经变做今年第6号的风台，叫做北面，也已经到11月上届这风台历史记录。专家观测这个风台有可能会发展做又搁大又搁透的风台，嘛提醒大家刷来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来关心台中市市政府最近这2年，伫咧铁链山拢总投资5000多万，规个鹿野区也有雕塑公园拢订翻。铁链山北边山有崩塌的情形，引起到议员伫咧起交疑，嘛提供空中翕相的画面，讲万不利若是向强落大雨，安尼安全就互人真烦恼。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贾美玲来带咱了解。美玲。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市议员提供的空拍画面可以看到，90公尺深的陡峭悬崖紧逼着雕塑公园，铁砧山北侧1410号林地几乎是全面崩塌，让人看了是触目惊心哦。台中市政府呢，近2年在铁砧山是陆续投入5000多万，整建露营区还有雕塑公园。不过因为崩塌的因素，导致呢这个雕塑公园人行步道的烤肉区以及附近的公厕以安全为由关闭。那市议员就担心了，如果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话，万一再遇到强降雨，恐怕是后果不堪设想。但水利局表示，第1期工程将雨水全部引到南侧成功路的侧沟，可以减缓强降雨对山坡地的冲击，强化水土保持。另外呢，这个雕塑公园上下游目前也已经做好了相当的措施，可以加速排水，增加生物的栖地，具有多重功能以及效用。林务局研判呢，这个工程历经今年5月到9月的台风豪雨考验，构造物基本上没有损伤，因此呢，建议相关主管单位呢再持续的来检视。那么有关相关的问题呢，台视新闻也会持续为您把关做报道。那么先把镜头先还给棚内主播。多谢美玲，过来关心立法院上新的消息。2020年总统大选上新的民调，即马也有做一份出来，这是根据两岸政策协会上新的调查。民进党得到超过一半的支持率，赢国民党的2成8，也有亲民党的7成8。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好，主观众带您关心到立法院的最新情况。两岸政策协会今天是公布了近期两岸议题以及2020总统大选的投票意向，而结果出炉，英德配的支持度高达了50%，领先了国政配21.7%，更领先了余香配42.2%。是否受到近期共谍案以及两岸议题还有香港反送中争议的影响？来带你听到稍后访问。可能比较重要的是要去澄清跟证明这一次有关于澳洲间谍案，它到底有没有收钱的问题，因为这是大家现在所看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国民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反应是非常的膝盖式反应，那可能会中计，因为我觉得这次这个有关于澳洲的这个事情，它背后是五眼联盟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展现，是美国、包含英国、包含澳洲、纽西兰，还有加拿大这5个反制中共跟俄罗斯的五眼联盟的
第一次的出手，这次第一次出手是以台湾的总统大选为目标。那主要就是针对韩国瑜。听到学者分析认为，如果韩国瑜阵营在共谍案上面没有清楚交代的话，恐怕还会继续影响支持度。另外，对于谁比较有能力来捍卫台湾主权，有51.2%的民众认为是蔡英文，另外是有21.6%的民众认为是韩国瑜，而宋楚瑜的部分支持度则有7.2%。以上就像这情况，再把神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多谢品玲，咱拄则看到上新的民调，民进党的部分是以超过一半的支持度赢亲民党的7.8%的支持度。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花莲县民进党立法委员萧美琴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同市的议员詹江川伫咧人面册普文，伊写讲萧美琴用民主便当叫大家爱记哩食民进党票投予国民党。到韩国日媒将随写文章讲便当公道价小明明是29块。破点头的主旨，也有电话，和点头实在话要落实，上尾赶紧出面背话，讲这件代志和民无关系。萧美琴发言人嘛出来进一步解释，讲这便当拢是提供给工作人员的，无发给民众，叫大家莫误会。伫个相片顶悬看到真澎湃的便当，内底有菜嘛有肉。议员詹江春伫个面册顶悬有写讲，萧美琴动员用的这个民主便当，会记着爱食民进党的。票投国民党的，看就是这个百姓咧纳钱。这个普文一个出来，就韩粉迷众来转达文章写讲，便当公道价小干那爱29块，甚至搁来提供地址甲电话，所以来引起网友热烈的回应。有人讲，真赞的29块的便当，我要订100粒，互店家的电话安尼接袂煞，真困扰，紧跳出来背货。发票给你们，然后有发票，真挚的那个颜色都没有。只是说，怎么会有这个消息？29块便当伫网络顶悬，会使讲是安尼小价袂得哩。店家嘛紧来发文讲，这拢是正常的介绍，无任何政治的立场。原本好好一粒便当，煞来互人捏做也有哪色的绿色的。原本讲这粒便当是立委萧美琴伫个花莲23的时阵举办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阵发放的。有一些干部他为了这个来参加的民众，那还有增加的人数，所以他们自行叫了便当。简便餐饮是不在这个贿选的限制里面。萧美琴的发言人跳出来背回讲，其实这个便当是予工作人员吃的，不是予现场的民众。而且根据这个中选会规定，竞选送的物件袂使超过30块。伫个花莲立委的选前，会使讲是真热闹。店家咧做生意真无奈，煞来卷入政治的风波，希望紧出面背货，互这个代志紧来澄清。记者综合报道。换车心情来看到南投庆福市利市办庙会，要庆祝祖师爷圣诞千秋。桃园龙德宫特别派仙女团，拢总有40外个空中小姐来光叫，会当讲是没人阁摇轿。南投的庆福市展开祖师爷过生日，实在是足闹热的。伫个场合内底来出现仙女团，队形掌声喝彩，谢谢。这个穿粉红色的，拢是这个空中小姐。甲看因的脚步、手路、甲面指啊，拢生做真显目，因生做这么水，很特别。我们几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请这些空姐来护驾，是增加我们的光彩，好棒！民众无想要安尼甲钱一个嘛是无法度，也若较早这个庙会绕境，会顺娘娘拢是这个查甫的较济。不过这边桃园市龙德宫派出40外个这个查某的来呼叫，嘛随来变身做真显目的焦点。专程为透早馆长来点起马炮开始，较入庙截止，拢总拄差不多应该有8点钟以上。从起马炮到活动结束，仙女团进香拢总都爱行8点钟2万步。伊的生意会使讲是安尼满，嘛互这个祖师爷生日来看到特别有看头。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听，亲民党党主席宋楚瑜上新的讲法是清白的。我在这个地方还讲，你那时候在开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做了2件事：一，国民党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资料给他，他不敢拿来打我，他晓得这里面是胡说八道。第二，他还经过这样程序来证明我的清白，所以还要谢谢他。
要谢谢他。第二题，那主席，那您怎么看民进党推反渗透法？会不会觉得这时间点很巧合？那怎么会选在这个时间？严格讲起来，我特别要说明，今天台湾要免于恐惧的自由，那就是政府有责任把这一次的所谓共谍的问题，要向人民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到底这一位王先生有没有入境过我们的国安单位和我们的移民署，也就是出入境管理的资料，应该要明确的向人民做一个交代。第二，不要看了影子就打枪，看看如果说他们公开的质疑曾经有资金进来，我们的金管会要非常清楚的要向人民做交代，这是执政当局嘛。假如我执政的话，我就会让人民觉得你要相信政府有这个能力去清查所有的资料。我们能够听澳洲的吗？我们会听别人的资讯吗？我们自己有我们政府的单位，但是每一次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事情都是交给立法院的党团，但是好像我们的行政单位不见了。你看一例一休、公投这些法案，政府机关都没有行政单位提出来，应该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一些资讯。因此每次立完法之后又要改。所以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希望2点：一，必须由立法院成立一个跨党派的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求国安单位、金管单位对这件事情向人民做个说明。然后如果我们的行政单位发现有什么漏洞，这时候才由行政院正式经过行政院的讨论，提出一个修正的法案，而不是临时在选举的时候在那边骗选票，然后呢制造恐惧感。台湾的人民不要在恐惧底下去投票。你看连香港我们以前都说它没有民主，只有自由都还可以在那种情况之下还可以去投票。难道台湾的人民不如香港的这些投票的那种自由选择吗？好，第3题，我会问一下，今天早上两岸真的会有新的民调，就你们这边的民调是支持度是7.8%，那你看说怎么在最后这50几天拉上来？那另外一部分是刚刚有跟那个玉老师那边有一个直播的活动，那未来会再跟网红做一些合作，或是说怎么在年轻人这一块把自己的选票拉起来？是，您的2个问题，第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民调是还在持续的在那边调整当中，我很有信心。虞美人，我宣布参选到现在还不到1个月吧，10几天而已10几天而已，10几天就有这样的趴，再给1个多月，你看这样子的往上冲的话，当然有希望。为什么？台湾老百姓经过刚刚你的第2个问题，经过网红也好，经过很多的这些专访也好，我们终于有了曝光的机会，让人民真正了解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对于未来的展望。所以虞美人昨天已经跟我们公开的向大家宣布，我们要做几件事，那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把政治中心搬到中台湾；第2个，我们要把经济中心持续的放在北部，但是我们也要把南部，我们要变成休闲跟养老的中心，跟东部一样，也就是要国土均衡发展。中部大家觉得空气的污染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要好好去加以处理。我们现在正在组合我们最新的未来的执政团队，因此
我正在跟他们研究这些许许多多的施政的计划。你可以看到未来的几天，我会去走访基层，跟很多的这些相关的单位和很多的这些关键的问题，比如最近大家老是看到铁路局出事情，我会提出来铁路将来怎么样子更新，像这样一点一滴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的意思是，那你会去西门町拜票吗？那边才有年轻人啊。哦，我们都要拜票啊，老年人要照顾，年轻人要有未来的愿景。那你多久没去过西门町了？我西门町啊，常常西门町。我去西门町的时候，常常要戴个墨镜，因为怎么样，人家都要给我拍照，那我就完全都不能听到很多真正的声音嘛。OK。所以我有些时候，你又看了，如果我戴了个帽子，戴了个墨镜。你以为我没有去啊？我其实在那里暗自查访。OK， 谢谢。再来一题。那个您刚说政治中移到中部，那是您认为府院都要一起过去吗？那因为韩国瑜之前有说他当选要在高雄上班，所以您会在中部上班吗？开始的时候还不可能。我们不要随便打高空，就是我们开始要逐步的往中部去这个府院，因为政治中心。坦白讲，您看看日本的在台湾还留下个总督府，我们到台湾以后，一个国会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建筑都没有，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总统府、把行政院、把我们的国会搬到中部。好，最后一题。好，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联访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教宗洪这个来到日本访问第3天，昨日这去访机和日本天皇德仁见面，接见311地震的受灾户，嘛来到东京祭坛主持万人的弥撒，这个场面真大。这届当讲是教宗让38年，搁来到日本访问，二是去广岛，也搁有中期和原子弹爆炸受灾户见面，伊讲到用核子武器战争，这是犯罪行为，呼吁各国莫烧钱发展核子武器。教宗彭济国25号下晡伫东京巨蛋主持弥撒，有5万的教徒去参加，场面唔但真大，嘛真庄严。这嘛是伫日本真罕的快10万人的弥撒。El accidente de Fukushima no se resolverá por completo. Debemos darnos cuenta que tenemos una gran responsabilidad con las generaciones futuras. 教宗早起去甲311大地震的灾民见面，讲对灾民的痛苦，伊嘛有真深的感受。另外嘛有甲日本的少年人见面，发表演说，佮摕到一领专门为设计日本的传统的衫。透早教宗彭济国佮去访基见日本天皇德仁，这唔但是德仁头一届甲彭济国见面，嘛是让38年佮一届有教宗访问日本，意义真大。两个人讲超20分钟，气氛真好。Con fines de guerra es hoy más que nunca un crimen, no solo contra el hombre y su dignidad, sino contra toda posibilidad de futuro en nuestra casa común. 教宗彭济国到日本了后，24号先去广岛甲中期，伊即备核子武器，强调支持核武战争就是犯罪行为，呼吁各国莫阁发展核子武器。在场有2000个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参加，教宗反核武战争的立场甲安慰嘛，互因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台北市环保局发觉到台北23间医疗机构室内空气品质的检查结果，其中台大儿童病院一个和信癌症治疗中心病院室内细菌的浓度都已经超过标准。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明明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比如是他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了。
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下看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不得水，鱼不得水。台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就是枣。枣会当讲是古早用来起火煮食的设备，一般拢是用砖啊，或者是石头空的，像咱讲大枣。另外，古早台地的所在叫做地枣，落尾用来算家庭的单位，一家口咱讲一口枣。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头一个灶卡，也就是咱咧讲的厨房煮食的所在；第二个词口枣，就是算一家口的单位，咱用一句话来记咧，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阮一口枣3顿拢伫咧阮兜的灶卡家己煮食，安尼毋但便利卫生，食了嘛佫较安心。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枣，另外文音读做做，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台北市环保局公布上新的资料，台北23间医疗机构室内空气品质检查结果，发觉台大儿童病院也有河信癌症治疗中心的病院，室内细菌浓度每紧拢超过管制标准。这届主要严重是活菌、恐惊的提悬、胃病几率，特别是慢性病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较张持咧。这两间病院拢有回应，讲会了解原因，赶紧来改善。天气反冷，囡仔扫袂停，互家长带来咧看医生。台大儿童病院客满小小的病人，但若是清洁消毒无做好，真有可能就会变做是细菌生长的所在。台北市环保局来检查23间医学中心甲区域的病院，发现包括台大儿童病院，也有河信治癌中心室内空气品质细菌量拢超标。台大儿医的在106年有验出不合格，那当时他已经有做了相关的改善，我们也复验合格。那这次他其实跟当时的区域是有一点点不同。其中台大儿童病院3楼电工等台区，共测到室内细菌的量达到2588 CFU。若河信治癌中心病院妇科校诊区细菌量是悬到2740 CFU。环保局嘛要求两间病院爱伫咧12月20号进前来改善，若无就会来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活菌量高，基本上代表说它传染的机会是高的。可是传染力的话，就要看它的病原菌。病原菌决定传染力。可是至少假如说你是长时间接触，像住院的病人，特别是慢性病的族群。之前的一些病检申报，一切都合格。所以针对那个稽查时间点，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状况，相关单位也都在检讨当中。台大病院回应，因为细菌的来源有真侪可能性，目前也无法度判断会造成超标的原因，嘛会加强来改善。除了病院做好防范以外，医师嘛建议民众出入病院嘛爱挂喙罨，搁爱较骨力洗手，减少感染细菌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唔免坐飞机到中国大陆，伫咧台湾就会当食到中国大陆、广州、柳州的手路菜。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流沙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下看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不得水，鱼不得水。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为大陆江西柳州过来到台湾的大陆牵手，20年前过来了后，一直想要找找故乡的滋味。因为台湾无人咧卖，伊就决定和伊人做伙创业卖螺蛳粉。是安怎叫做螺蛳粉？头家娘讲，这就是咱这里讲的石螺。因为螺蛳粉的汤头上真济石螺落去控的，青甜大碗搁满甜，掺土豆，汤头有骨落硬的口感，配 Q 弟弟光菜米粉，好滋味，互主顾客特别爱滋味。来咯，这个猪加牛，这个牛肠谁的？不管是用餐的食钱时间，也是这个下晡时仔的人西时间，店内拢是安尼坐甲满，因为大家拢是为着这碗螺蛳粉来的。即落食到真 Q 搁利口的螺蛳粉，拿来甲倒一碗真鲜的这个大骨汤，搁甲掺一汤匙啊，家己特chế这个番姜啊，安尼互人食到唰唰叫，足煞脆的。这个比较 Q， 然后比较厚一点，就是台湾的会比较薄，然后比较容易吞，这个可能就是要咬一下。我觉得它的汤头就是不会到太是那种太酸辣，可能就是像是可能一般人就可以接受这种比较没有那么酸辣那种感觉，然后是算蛮开胃的。这个大陆广西柳州真单地的这个在地小吃螺蛳粉，有真侪消费者是安尼应该袂讲哩。若这个螺蛳粉会这么啊好吃，主要是因为有家己特殊的汤头配料。用鸡骨甲猪的大骨，还佫有葱头先落鼎安尼看甲烘，伫控汤的时阵就会当来洗石螺。野生的、哦，野生的，这个没有养殖的。甲掺这落野生的石螺，等到这个大骨汤烘甲白螺的时阵，才佫落鼎安尼做伙落去控。它那个螺的鲜味不一样，对，它特色就是螺，然后加上酸菜、酸笋、豆子。头家娘魏静文，前20年前对这个广西柳州过来咱台湾，头起先因为伊是大陆某的关系，所以伊去找头路，定定拢是四界碰壁。伊嘛是捌经过一段人生较找家的时阵，很难过啊！就我觉得就是被歧视的感觉。其实我有回去过一阵子，我不想来了。我有回去过2年多。伫个苏当时，伊无法度适应咱台湾的生活，佮加上伊真少念厝的乡土味，伊就带囡仔安尼做伙转去广西柳州的外家偷厝。尾啊，因为台湾的大家官破病，伊就爱来甲照顾，才会决定来创业，卖即落广西当地的螺蛳粉。5碗、7碗，然后一直撑，要收也不是，要撑下去也是很痛苦。对啊，然后这样撑了4个月，一天卖400-500块啊，房租都不够。前3个月本来是想要放弃，因为做吃的大概3个月是一个期限嘛，起不来你大概就很难再起来。后来我就是不信，我们2个也不信邪，我们再熬一个3个月试试看，才后来他慢慢那些家乡的人来吃啊，然后网络上面啊什么就传开来了。加在讲，这个原本担任广告业务主管，也就是正文的头的，伊退休了后，坚持陪伴伫个身躯边，做伙来拍拼。翁仔某2个人对料理是真面子佮用心，嘛安尼豆豆啊，互人客感受伫心内。在这边我还遇到那么多人关心我，而且还是我的客人。客人喜欢吃，我们就高兴。这样，我们最喜欢看到客人吃光光，一粒汤都不剩，这样是我们是最乐见看到的。魏晴文伊用手工来做螺蛳粉，就是要来弥补心内对这个乡里的少年，嘛因为真用心来做料理，有得到顾客的肯定甲回归，安尼嘛，互伊家己的心内有较安踏。记者综合报道。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明明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比如是他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啊。
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水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说动作，鱼如得水，鱼如得水。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
喝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大东大坡地，礼拜二买当看到云瀑的画面，画面啊，亲像是海涌里的滚浪，浮浮沉沉，嘛，互真侪民众看甲目睭无转轮。气象站这一波解释讲，因为冷空气一直冲起伫顶面，引起到水汽结冰，爬过山了后，做伙降落去下面，才会变做这一款云瀑的风光。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